大家好，又到講尋回阿拉伯文明基石。上兩次都介紹咗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嘅第六、第七、第八三兄弟，由艾敏、馬蒙到穆柯台瑞爾呢三兄弟嘅接位嘅簡略嘅歷史階段。咁今次咧就講一個響倭馬亞到阿拔斯王朝，佢係對應住我哋中國係邊個朝代咧？倭馬亞嘅朝代就係對應住我哋嘅隋朝，阿拔斯嘅時代咧對應住就係我哋嘅唐朝。響東亞呢一忽地方係經濟文化發展最鼎盛嘅時候，同時響西亞亦都係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個鼎盛嘅時候，東西亞互相呼應，但係發生咗一場戰爭。就係響依家嘅烏茲別克斯坦同埋土庫曼斯坦之間嘅達羅斯嗰度發生一場戰爭，唐朝揾咗2萬人嚟，阿拔斯王朝揾咗20萬人嚟，唔對等，所以呢場戰役就輸咗，唐朝輸咗，但係亦都確立咗阿拉伯人嘅伊斯蘭教到呢度基本上係一條界線，但係呢條界線係唔清晰嘅，係一條朦朦朧嘅界線嚟嘅啫，梗係啊！阿拔斯王朝嘅東進基本上受咗喺呢度，但係呢一場戰役對整個西方世界影響深遠，就係中國嘅造紙術喺呢個時間段流傳到去西亞，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佢哋可以產生大翻譯運動嘅一個好重要因素。咁喺達羅斯戰役呢度咧，就大概就係喺唐玄宗嘅年代發生。倭馬亞王朝佢哋啱啱興起嘅時候，佢哋係仲係阿拉伯人好簡樸嘅生活，因為佢哋好荒蠻物質缺乏嘅地方行出嚟。但係咧，佢哋擺落嘅就係一種木姓傳落嚟嘅古蘭經同埋聖品，開始將聖品整理，前邊都介紹過一段㗎啦嚇，開始將聖品整理，開始收集記錄唔同版本嘅聖品，有人響分佈到去埃及，依家嘅敍利亞、伊拉克同埋內治漢字。所謂嘅內治漢字咧，就係阿拉伯半島靠近紅海邊嗰一片地方咧，就叫做漢字。靠近荒漠同埋敍利亞依家嘅約旦交匯嘅地方咧，就叫做內治。呢度係佢哋嘅地理劃分嘅，喺嗰度收集穆罕默德嘅傳說，就係後邊講嘅聖訓，同埋阿拉伯伊斯蘭教裏頭好重要嗰個叫教法學派。教法學派又有一個學派叫做教義學派。反正阿拉伯響整呢個宗教咧，其實多種宗教，包括基督教又好，我哋佛教又好，都會有好多種宗派。所以我哋佛教咧就講
宗、禪宗、五台宗，仲有密宗，包括嘅淨土宗，即係呢種各種各類嘅。其實喺各個教派宗教都會有呢啲咁相對應嘅嘢產生。呢度就簡單先介紹嘅前期，後邊再接續再講。多謝各位。